上帝俾咗我哋一份恩賜，因為聖經說，如果有人能制服舌頭，佢就係完全嘅人。因此五旬節嗰一日發生咗一啲事情，喺教會嘅生日誕生咗一種祈禱方式。呢個喺舊約中從未存在過。我唔在乎佢哋係邊個，大衛係合上帝心意嘅人，但佢從來冇喺靈裏邊禱告過。Amen。耶利米、以利亞同埋其他人，甚至摩西亦都從來冇用方言禱告過，即係喺靈裏邊禱告。OK。由而家起用方言禱告就係喺靈裏邊禱告，呢個係正確嘅定義。因為哥林多前書14章14節說，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理智歌唱，唔係講用靈比用理智禱告更好，唔係。喺靈裏邊禱告嘅意思係，如果我用一種我唔懂得嘅語言禱告，就係我嘅靈正在禱告。我要用靈歌唱，也要用理智歌唱。阿們。於是恩賜來到啦，幾時呢？吓？佢誕生於教會嘅生日。魔鬼睇見啊，你知道嗎？佢無法將佢困住，佢無法理解佢，佢無法破解佢，佢唔明白。我唔在乎人工智慧、ChatGPT 等等嘅嘢，佢哋無法理解方言、奧秘同內心嘅啟示。冇任何電腦或者人工智慧可以理解到呢啲事情。你要知道，我唔係反對呢一啲嘢，我亦都會用科技。Amen。我亦都會用 ChatGPT， 但唔係為咗得到啟示。佢從來冇俾我啟示㗎。我問佢正確信仰的力量呢一本書講乜嘢？呢個係我嘅書。佢回答話，書裏邊談論到聖經嘅原則同埋一啲自我幫助嘅原則。乜嘢自我幫助啊？正確信仰嘅力量係唔要依靠自己嘅努力，唔好相信自己。ChatGPT 錯咗啦。你睇下，佢哋其實係從網上嘅資料中摘取歸納，而嗰啲資料係由容易犯錯嘅人寫嘅。佢哋會收集呢一啲資料，有時候，比如話國際象棋之旅等等，可能有100萬個可能性。我唔太確定，但佢有好多好多嘅可能性。當你移動城堡或者皇后呢一隻棋嘅時候，對面都有好多可能性。你若同人工智慧捉棋，你肯定會失敗。因為一切都已經計算好，所有可能性都計算在內。但當談論到情感問題嘅時候，人類並冇咁簡單，冇咁簡單。你唔能夠話人工智能醫生喺房間裏邊叫你嘅名字嘅時候就入去啦。別約翰病入嚟啦，請坐。OK， 下次再見。OK。若你嘅醫生係人工智慧，你願意嗎？唔得噶，我哋可以喺某啲行業使用佢哋，例如藥物同配方之類，俾製藥商同埋其他領域使用，但唔會喺生命攸關嘅行業上使用，亦都唔會喺家庭關係之類嘅領域使用。因此，唔好依靠人工智慧嚟為你挑選人生伴侶。好多人喺交友程式上面講大話，佢哋嘅謊言係，佢哋總係讓自己睇起嚟比實際上更加苗條，誇大自己嘅實際身高。所以當你進行單身約會、網絡約會或者使用線上交友平台嘅時候，呢啲人賺好多錢。佢哋會講有40個人中意你，有啲甚至唔需要你付費訂閱。Right？ 你只需要問更多嘅問題，並提交自己嘅簡介，就馬上有回覆說有40個人喜歡你嘅貼。但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評論，你就必須訂閱啊！你必須支付呢一筆訂閱費用，明白嗎 ？All right， 盡管係咁，都係感謝上帝，因為主嘅緣故，有啲人透過基督徒網上交友平台，最終成為咗夫婦。係噶。但我同你講，係盡管如此，唔係因為如此。你最好知道呢一點，你最好知道呢一點啊！阿們。當我運動嘅時候，我會對主說：主啊，保守我嘅運動，使人富足嘅係你嘅祝福，唔係我嘅努力，以免我自誇。我曾經試過，我對於自己開始運動感覺良好，呢啲運動都對身體好好，但第二日我就病咗。就好似上帝喺度教導我，我感謝上帝提醒我。
所以當我運動嘅時候，我會對主說，係你使我嘅身體活過來，強壯起來，唔係因為我嘅努力。你會發現積少成多，你唔需要花1個小時去健身房，就算只係用10分鐘，稍微活動一下身體，上帝都會祝福你。時間就快到啦，但我仲未講到重點。我要同你講呢一點，魔鬼睇到喺靈裏邊禱告嘅恩賜。你知道佢做乜嘢嗎？佢開始攻擊呢個恩賜，佢會攻擊上帝賜俾人嘅最大恩賜，得着救恩嘅途徑。世界上有好多人相信係透過自己嘅努力同埋行為。Amen。因此耶穌稱之為窄路。點解？只有靠着恩典，藉着信心，你先能夠得救，唔係因為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睇到嘛？因此魔鬼攻擊佢，俾人們各樣嘅想法。佢同你講，你不被需要，你嘅努力不被需要。當你對人們咁樣講嘅時候，佢就會驕傲起來。我唔想白白領受一個恩賜。嘿，朋友，你最好知道呢一點。無論你做乜嘢，都要求主賜福，依靠佢。我嚟到呢度亦都非理所當然。我要對你講，每次諗到講道，我都會講，主啊，請祝福我下個禮拜日嘅講道，祝福我嘅講道。主啊，求你祝福，使我嘅講道豐富，係你嘅祝福，唔係我嘅努力。求你祝福，當主嘅祝福臨到麵包同魚嘅時候，不管佢嘅數量同大小，佢都會倍增。當主祝福你嘅健康嘅時候，佢會倍增。主祝福你，你想要上帝嘅祝福，但牧師，我哋已經蒙福，得着天上一切嘅賞賜，係，但係聖經冇阻止你建立更親密嘅關係，繼續向上帝祈求更多嘅祝福。因為你睇下，當亞伯拉罕祝福以撒之後，雖然佢已經祝福咗以撒，但係以撒喺其他地方仍然受到祝福。以撒祝福雅各，但後來上帝說我要祝福你，佢向上帝祈求祝福。你會發現嗰啲有福嘅人一直喺生活嘅其他方面祈求上帝嘅祝福。我有一個信息講嘅係，為什麼上帝不斷地賜福？Amen。我哋要知道，當你向上帝祈求祝福嘅時候，就係告訴主，我信靠你，你必須祝福，佢先會變得更有價值，變得更美好。主啊，你必須祝福，佢先會有果效。所以你要迫切地禱告，主啊，祝福我，祝福我嘅計劃，主啊，祝福我所做嘅一切，仰望主，甚至喺你運動嘅時候保守我嘅睡眠。你會喺瞓覺之前講保守我嘅睡眠嗎？定係你會倒頭就睡呢？ Right？ 難怪你晚上會遭受攻擊，因此祈求主賜福，祝福我嘅睡眠，係你嘅祝福使人富足，祝福我嘅睡眠。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，並不加上愁煩。哈利路亞，Amen。上帝